虽然是讲爱，但是若要实完全要得到佛法的核心，这是无遐尔简单的代志。所以你第分到第几分是互你心性，那伊第9分到第16分，以上是上分，到第16分叫做即个连消平部分，因为即个对甲你讲解就是讲，因为你虽然有识，你有疑虑，你来解，因为学法绝对袂使互你有疑虑，因为你完全有疑虑，你的心有问题，所以，道理经中经常讲，你进入阿罗汉，有我相、业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拢总无法度入。你进入阿罗汉，你就无可能。所以你看阿罗汉，要进入阿罗汉道，第9分伊就讲阿罗汉道，须陀洹、须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这讲阿罗汉四个。那阿罗汉，初步伊就讲经历，这个有圣人之力，当然一定声这应该能大家了解。那今日你经典讲到第9分，讲到解，就叫做情解。因为经典的物件，你若要真正以表象，你若要表象论象，相合。如果你若要深入，你以表象论象，完全无能看出了伊的真实相。所以今日一定要第8分、第9分到第16分，爱叫你解。那咱第17分，咱就讲究竟平哦，因为究竟，就达到绝对的究竟。一定无有先话，我上人上众生寿者上，今日个众生，就是有我不断，灵我不断。咱今日当我同修，咱我同证着无上正定境界。咱今日当我同得着阿弥陀佛三世菩提，咱我同得着。啊，所以今日得着这物件了后，当然你一定要达到究竟无我，你才能得着阿弥陀佛三世菩提。所以阿弥陀佛什么三菩提，伊咧我这讲过几遍吼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叫做无上，三藐叫做正定，三菩提叫做正解。那你甲讲起来，这讲到无上正定正解，你咧在这提供的是话。所以你这个内底，咱知影一定达到究竟无。那究竟无呢？达到一百，就分短短第3段的上尾啊，叫做静心天性。因静心天性就是已经行的上尾啊。即摆来发挥有微分到1万50分，这叫做正道，叫做性态平静，后面叫做正果，叫做正道。有人咧讲，金刚经是第2分，哦，甲第2分，甚至甲第17分。那上重叠，所以因为这有件事我无了解，他的问题写下，伊就讲说，好像我所想重叠的话，伊是不得，伊是真理者，伊是神理者，伊是如理者，伊是不公理者，伊是不义理者。当然，因为伊是大学者，我相信伊会讲着好，内底有意思无写下，伊能听你，袂当了解着我咧讲真实。所以咱用到表象文字理论，所以想讲，文人再多，啊文为多，手灵之外，手以外，文会当再多，文毋是多，但是咱用文咧来论多，可能，咱讲，这个言语不断，心灵处变，言语道断，心情处变，所以完全无法看出实相的物件出来。所以你今日得中原，伊若讲我今日拢无讲国语话，众生伊个唔知。我若要讲足侪物件，众生伊个袂歹用我讲足侪物件。所以咱是我咧讲，我若无讲经典，世人死在轮回上；我若讲经典，世人则死在轮回上。所以你叫我讲，讲，所以咧经文经典第12分章叫做为说所说。为说所说就是讲，即是当讲的物件，所说国民嘛讲出来物件，所以叫为说所说。经讲经咱
就要买相对，迄个规所因为这款的物件讲的，就用拢走进去，所以老子就改讲出来，大道无形，大道无形成天地，大道无形运用万物，运用大道无形就要万物，我不的机名重要的，老子嘛讲，我嘛唔知什么名，这个名要安怎讲我嘛唔知。但是我叫名讲道哦，道正式的道理，道，这就是道，这就是道。其实，迄就是一个无形的存在原理。所以你说咱讲，道理不改，究竟是不单。所谓佛嘛好，独立而不改，作行而不殆，是为天下。所以这个物件，我讲，伊即款的物件，这是天下天地人物，天地无天地人物。生地、生万物的老母，我们咱叫老母。所以一切是一种描述的代表者。但是今日就讲讲到第23分来，23分来，已经咧讲啦，要讲到形的相关的。所以这个形的相关，形到迄个形的相关叫做智形。什么叫做智形？智就是叫做无为。智叫做无为，智叫做无为，伊叫做无我。无为，伊叫做无为。你咧行的内底当中，无为无我，自所为，自所为。你讲今日无为无我，但是你佫无一个所为，佫袂使，所以叫做无为自为。无所为，按照这样意思。无为而为，无为所为叫做自为。无为所为，因为我袂使，我今日袂使拢无事，因为我马上而且讲这个物件，拢算是无，拢算是安尼。但是我无讲过袂使，所以今日我要讲这个无为的道理，但是我嘛袂使无讲者，安尼咁挑。但是这叫做勉强说。伊安怎讲？因为所讲的叫做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的物件。今日咱这个所在叫做因缘所生法，所以这个叫流水上讲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讲因缘的根源，因缘的实义。所以今日这因缘生法，所以我咱来讲，啥讲？伊讲一切法，即个一切法是名一切法，一切法叫做因缘生法，即个一切法因缘所生法叫做空。所以咱讲缘起性空，缘起无我。所以缘起的道理，你也了解，因缘所生法，拢总是因缘而生。因为我每集啊，几月7号？51岁，伊还没安塞，总第70年。叫做因缘到第70年，但是后壁个空，因为变个空，写个空，因为空嘛，空嘛好，因为一定叫做缘生，因缘已经合，叫做缘生，啦，叫做叫做哪？因缘际缘，所以凡所有相，拢是因缘所生的物件。但是今日咱东央学有理论就是。因为所谓因缘所生发的经典，拢总是一个怪啊！你唔能够当作伊的身份，伊袂欢喜身份，因为身份是照着这个怪啊，你变哪去？天哦，我照着这个手比你公平，但是你唔能把这个手当作公平，因为你唔爱离开我这个手，因为我这个手叫做因缘，为着你要看到微妙，所以我无这个手来比微妙。因为你唔知去看袂，但是我这个手来比微妙，你所压认我这个手叫做微妙，因为我这个手跟因缘相关。但是你一定爱感看我这是因缘相关，这个是微妙，你一定爱啦，一切法，这个手法即为一切法智慧。你我当因缘所生法智慧，你来看我这个微，所以这点咱。一定要把这个因缘生法放下，你才能够入去做一个
所以我刚看叫做弯角，叫做弯角，弯叫做内弯，哦，叫做伊分有这些里面叫做文书修正嘛，文书修正嘛，这个书就是讲弯角艺术，因为你听到，你看到就是个，你听到伊这个一定爱是弯角。哦，所以无关照这个物件你起来了后，你这个地位不来。你地位不来了，你较容易用到这个色，你较容易用这个色，这个色你看物件，这个色叫做直接的物件，这个色叫做直，你要了解这个物件。所以咱讲色强，色若愈强，你的地位、你的地就愈弱。所以咱智，你地若强，你的地位一定出用。所以关照这个，所以把中文叫做转世成智，但转世心地。那金刚经内底当中就是叫你啊，叫你凡所有相，即拢总以心，因为你这个心欠，你就一定分辨，这个心就是叫分辨，分辨，这个心会计较，这个心会执着，这个心就是因为观察到一切物件，所以咱计较比较。哦，这个争取、夺取、赢取、取得等这类物件，所以咱老做环境来讲，哦，绿色，哦，咱绿金，生什么物件？咱绿金，啊来呢，成绿色叫做十八界，绿金，金本来是一金色，这个一金就是叫做成就无量物件，但是你这金成就无量，你染着色声香味触法，金染着。变成这个出来，意思。啊，这个是在我什物件？这个色叫做分别，就是我想在讲。咱今日哦，用简单来讲，今日这六杯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六杯水。哦，啊，这六杯水，这叫两斤，叫做干。哦，米、米、鲜。